好多朋友都開始轉用 4G 電話啦。咁究竟 4G 會快幾多呢？我哋今次就嚟個大測試，先用通訊事務管理局嘅 App 試下上網速度。4G 每秒下載過到20 Mbps，真係快成倍有多㗎。淨係得啲數字就好換嘅，同時間試開動新聞，喺兩邊都收得好嘅情況之下，4G 明顯撈快幾秒，唔使等。睇高清片就更加勁啦，左邊用 4G 卡嘅機開咗 YouTube 嘅高畫質功能，右邊嘅 3G 卡就播返一般畫質，但 4G 嗰邊仲撈得快啲添。鍾意上網煲劇嘅朋友係時候轉玩 4G 啦。可能有朋友就聽過新聞話 4G 喺港鐵收得唔好，其實依家就改善咗好多啦。用荃灣線實試，大部分站都照樣收爆 4G。不過都仲有少少盲點，例如經過深水埗一帶就跌返落3G啦。不過照樣上到網冇蝕底嘅，想試 4G 嘅朋友 update 係時候啦。